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在崇拜前，我们一起预备自己的心来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他。虽然在疫情的当中，但是我们也带着欢喜快乐的心，还有敬畏上帝的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今天早上的崇拜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给我们能够有机会实体跟线上一起的崇拜，让我们在实体跟线上当中一起同享受上帝的话语跟福气，也恩待我们今天早上所有的器械都为主所使用，能够顺利的进行跟完成。我们也为所有服侍的人员献上祷告，祝福我们服侍的同工身心灵都强壮健康，你的恩赐显在我们的身上，好让人看见上帝自己掌权在这个聚会的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续约。在
上帝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上帝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作为。我们感谢慈悲的天父，早上来到你的殿，我们充满了欢喜快乐。愿你救赎的恩典再次的向我们彰显，让我们明白，当我们愿意真心悔改，你的宝血必洗净且遮盖我们的罪。且你的复活也带来了救恩的确据，让我们可以信靠。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也因圣灵的洗，我们有了属神的印记，让我们能够每天可以活在成圣的过程中。所以我们会碰到不同的困难，有人在病痛中，或者有人在缺乏中。特别是现在我们在疫情的感染环境当中，每天有很多人的死亡。求主成为我们的拯救，愿你大能的手成为我们的依靠、帮助以及高台，让我们不惧怕。主啊，也让我们的心不要再冷淡，信心能够坚强起来。愿圣灵的火再次的点燃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火热，也愿意接受装备，宣讲主的福音。愿荣光他的弟兄姐妹有一颗合一的心，彼此相爱，共同建立兴旺福音。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愿圣灵带领我们，这一切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第2首，荣耀归于真神，唱全首。永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做我们的信仰的宣告。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接下来起音文，诗篇30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有诗会来起，弟兄姐妹来应。诗篇30篇第1节：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好，上必欢呼。至于我必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悯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一将我的哀苦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我们一起来第12节。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共祷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低下来低头祷告。天父的上帝，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众派、同胞、肢体向你来祷告，求主你来纪念。主，我们要为着非洲国家马达加斯加祷告，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生活中，使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认识基督的信仰，得到救恩。我们也要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华安堂教会献上祷告，为李新正牧师，愿主祝福他们在当地所有的服事，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使更多的人悔改信主，
也求你带领所有的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服事有力。也为着台湾的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给他们行执政掌权者，使他们可以秉公行义，做出正确的决定及政策，使整个国家人民因此蒙福。主要我们也为着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主要我们也为着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还有军警人员来祷告，求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身心健康。主要我们为这一切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里，接下来我们请迪华姐妹来读今天的经课，是在列王记下还有加拉太书2段。列王记下第5章第1节到14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他的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是服侍乃曼的妻。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并能治好他的大麻风。”第4节，乃曼进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以色列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10他连得，金子60舍客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见这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上帝？我能使人死，能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是何等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西利沙听见了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口。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出来见我，站在求告耶和华他上帝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都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而去。他的仆人前进来，就对他说：“我的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了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第2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6章1到6节。
加拉太书6章1到6节，弟兄们，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审查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以上是上帝的圣训。谢谢弟兄姐妹的读经今天的信息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0章1到12节。路加福音10章1到12节，教会圣经是在77页有时会来攻读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那家搬到那家，这家搬到那家。第8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到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当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正道，我们把时间交给伟文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上帝国的宣传队。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特别我们今天刚好是线上跟实体能够一起并行的时候，愿上帝祝福我们，无论我们在线上做礼拜，或是在现场做礼拜，我们都一起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上帝。做礼拜的时候，刚刚前面的时候，我们在礼拜的程序的进行的当中，我听到一些很熟悉的声音，心里面很高兴特别我们的英兰姐坐在前面，很大声的在回应经文。那感谢主，表示我们大家都是敬虔无事平安的度日。我们向神献上感谢。我相信我们可以来到这边，也都是很上帝的祝福，让我们的身体都还是强壮健康的。但是我们也纪念这些在线上或是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常常彼此纪念，为彼此祷告。虽然也许我们是身强体健的，但是我们也为在生病当中或是在家居家隔离的这些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也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并且我们是在不同的地点，但是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上帝。愿上帝祝福我们。所以刚刚早上台语堂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开放了，所以可以陆续回来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很高兴，有很多人开始彼此的互相的交通，也有彼此互相的一些的谈话，大家心里面都很雀跃，很久没有见面，可以一起来敬拜，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但是我们在
跟人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或是跟人这样的一个打招呼，或者是跟人的接触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一个事情，就是要到圣殿里面来跟上帝打招呼，要来到圣殿当中跟上帝 say hello， 要跟上帝先说话，让我们能够在做礼拜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上帝面前跟上帝单独的谈话。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疫情当中，因为担心、烦恼，或是有很多的事情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忧虑，拦阻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能够来做礼拜的时候，让我们也有一段的时间，在做礼拜前安静的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单独的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跟谈话，让我们在圣殿当中能够预备好自己来朝见我们的上帝。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千万不要介意哈。那如果有雷同的话，就不要太介意啊。有一个男生，有一个这个弟兄，那他头痛欲裂，这个工作太繁忙，压力很大，所以他就请他的太太来帮忙，然后他太太就帮他按摩，让他这个头可以舒服一点，可以得到一点和缓。但是这个太太突然间想到，我先生娶我之前是谁帮他这个按头让他可以舒服？所以他就问他的先生说：“老公啊，这个你还没有娶我之前，你头痛的话是谁帮你按摩呢？”结果这个弟兄他就跟他讲说：“老婆，我还没有娶你之前，我从来没有头痛过。”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可能那个头痛不是别人带来的，可能是身边的人。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给我们身边的人头痛。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好像太亲近或是亲密的人，我们反而很失去那些应该有的一些的规则规矩，或者是应该有的一些的礼貌。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不是因为跟你越亲近的人，所以越没有礼貌。如果我们能够对外人有礼貌，那么我们也应该要对自己的内人、对自己的家人要更有礼貌。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对人对外的，其实我们也要放在对到我们自己的家里面的人。愿上帝跟没有礼貌是不一样的事情。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我们讲的话很直接，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没有礼貌，是能够有礼貌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让上帝的话进我们的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我看到这一张图，让我心里面会心一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出里面的端倪？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应该吃过凉面吧？但是各位知道那个上面有一个红布条有没有？后面红布条写什么？祖传3代，但是他是第几代？他说我是第1代，意思就是他希望他的店可以祖传3代，但是我是哪一代？我是第1个。我希望我的店可以继续的传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信心！他说我可以传3代，对不对？但是我是第1代，虽然我才刚开始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的信心有没有带领你？如果你是第1代的基督徒，如果你是第1代信主的人，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相信说，不是只有我第1代，我要再传3代，我能够把我的信仰再传给我的儿子、女儿，再传给孙子、孙女，传给他们，祖传3代。旧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约书亚。我们常常在家里面，有时候也会贴这个金句，或者是会放在自己的桌子上的座右铭，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是现在我们会觉得，哇，这个话很感动。但是如果你看，在当时的时候，会觉得，哇，约书亚你是何等的领袖，你是一个多么厉害的这个伟人，你的志愿怎么这么小？只有你跟你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的世代里面，你能够影响你跟你的家能够来信主，已经不容易了。
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一呼众诺，我站在台上讲道，我好厉害，大家都可以接受。没有，如果你的讲道，如果你的福音，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人都不接受的话，那么谁可以接受呢？谁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常常想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世界为我的牧区，当然很好，这是我们卫理公会的座右铭。但是有没有人要先想到，我要先改变自己啊？我有没有先改变我自己，让我可以成为那个第一代，然后再来我再传递给我的第二代，我的第二代再传递给第三代，甚至继续的传下去，每一代都能够把每一代的信仰传下去，这样我们才能够代代相传。信仰不是只有到你这一代就结束了，如果到你这一代就结束了，那后面就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在疫情的当中很多事情不能做，但是让我们很衷心的希望的，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能够承接起这个信仰。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个困境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把信仰继续的传递下去？愿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跟孩子们一起来这样的一个努力，让我们可以把福音不单是传给别人，也传给我们的家人。愿上帝祝福我们。所以今天所讲的内容跟传福音很有关系。当然，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去传福音，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差遣门徒去传福音，这是耶稣经常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里，不是让你在这边只是大家互相交谊、互相交流，然后我们彼此分享食物，然后彼此欢笑，在这边谈笑风生。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去使人做主的门徒。所以路加福音里面第9章，我们看到今天这张图里面写什么？他说门徒就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很符合我们现在的需要。你说传福音可以理解，但是到处治病怎么去理解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你的祷告上帝垂听的话，你能不能够为有需要的人祷告？你能不能为生病的人祷告？如果弟兄姐妹当中有人生病了，或是有人染疫了，或是有一些你邻居的朋友他们生病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举起圣洁的手为他们祷告？当然很多人说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祷告他就得到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大的医生在哪里知道吗？最大的医生在哪里知道吗？最大的医生是耶稣基督。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好像他就我们祷告他就不要看病了，不是，他一样要去看病，但是我们可以为他祝福祷告，让他的身体尽快的恢复，让医生有智慧聪明，能够透过他们的医术来医治这些的病人。所以你可以为你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为你的家人，你可以为你身边的邻居，你可以为你要传福音的人，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治病祷告。所以张茂松牧师有一次这样讲，他说祷告并得医治，并得医治是上帝的作为，但是祷告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不是你要去让他得医治，不是，但是你可以为他祷告。所以耶稣差遣门徒去传福音，而且是为病人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相信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可以透过这些的方式来为病人祷告，为有需要的人祷告，因为很多人需要，很多人需要基督徒为他们祷告，因为没有平安，没有平安的时候更需要祷告的时候。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为病人祷告。但是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出去就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耶稣差遣了70个人出去。这70个人，如果各位看圣经里面会觉得很奇怪，耶稣不是只有收12个门徒，为什么哪里来的70个人？而且圣经里面也只有路加福音这里出现这个70个人。各位其实如果有看约翰福音第5章的时候，特别提到施洗约翰听到耶稣施洗受洗了很多人，
那边特别的注明说，不是耶稣亲自施洗，是他的门徒去施洗的。所以耶稣的门徒，他们也带了一些门徒为他们施洗，让他们能够信主、信上帝。所以他们生命改变，所以不是只有12个人跟着耶稣，还包括这70个人，他们也是跟随耶稣的。只是这12个人，他们是12个门徒，他们是跟耶稣每一天比较靠近，每一天接近，每一天都跟耶稣生活在一起。这12个人是常常跟着耶稣的。另外这70个人，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但是他也是信主的。这70个人不是闲着没事做，信主完了不是没事做，而是上帝要差遣他们，耶稣要差遣他们去进入世界，去传递上帝国的福音。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去，但是要知道去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3节的地方，在这里第3节他们会遇到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3节，一起念。第3节一起念来，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哇，听到这边的时候，好像会好害怕。哇，我们是羊羔进入狼群呢，不是被吃掉了吗？耶稣差派他的学生，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去到狼群里面，怎么会有这么笨的这个主管会去差派自己的员工，或是差派自己的学生去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各位，如果仔细去敲磨的话，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那个意思是什么？这个羊它为什么会乖乖的进到狼群的里面？如果不是牧羊人在他的身边，没有一只羊会白白的进到狼群里面，被狼来咬的。所以羊会进到狼群里面，它靠的是什么？它不是靠我的肉多，我的毛多，不是，它是靠什么？它是靠牧羊人在他的身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进到狼圈里面，能够全身而退，能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是谁在保护你？是上帝在保护你，是耶稣基督在保护你，牧羊人在保护你。所以你为什么可以进到狼圈里面全身而退？因为耶稣在你的身边，与你同在。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刚我所读的大使命里面，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里面，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这样做之后，后面那句话就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的同在是什么？当我们出去，愿意去传福音、做见证，愿意带领人信主的时候，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不是羊不怕豺狼，不是的，是因为牧羊人在羊的身边，因为牧羊人在羊的身边，所以羊不怕狼。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羊可能进去就没了。但是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里面。”这些狼群不敢动这些羊，因为牧羊人在羊的身边。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意思是什么？上帝创造我们，或是让我们可以生命改变，让我们可以被塑造成为上帝所要用的器皿，包括我们能够被上帝使用，都有一个目的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每个礼拜来上教会，我每个礼拜参加成人主日学，我得到很多的装备造就，我在主日学里面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喂养跟帮助，然后我跟弟兄姐妹生活在一起，好像我就这样就没了，这个就是我的信仰。千万不要认为这个才是你的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信仰是你要去到水里面，船被塑造，船被造出来，它不是要停在港口里的。停在港口里绝对不会有事，因为停在港口里风平浪静，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绳索可以绕着这个船，不会让船被飘走，所以在港口里面的船是安全的。但是船的被造不是要放在港口里，船的被造是要被送到水里面，送到海里面，送到水里面去航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被塑造在这个地方，不是为了让你一直在这里很安全，不是的，而是你要被差派进到这些的水里面，进到海里面，去那边产生你的功用。船在港里面是安全的，但这不是船的目的。船的目的是要进到水里面。
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一个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不是一直都要在安全的港口里，是我们要被拆进到狼群的里面，让这些在狼群当中的这些的狼有机会可以变成上帝的羊。这确实是很困难，因为狼要变成乖乖的羊是很难的，唯有那个牧羊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才能够不怕这些的狼，并且能够让牧羊人去改变这些的羊，这些的狼。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经文里面第5节里面，耶稣讲了什么？告诉这些被差派出去的人，除了你们很平安、很安全以外，另外你要带什么去到人家的家里面，把福音传给人。我们来看第5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机会会去探访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是家人，或者是会去探访一些我们关怀的新朋友。或许你在小组里面，你也经常会有机会去关心一些人。但是不管你去到哪一个家，耶稣提到这个事情，他说你无论去到哪一家，你要先祝福这个家庭，说愿这一家平安。弟兄姐妹，你去到人家家里面，不是先拿人家的甜点来吃，不是先拿人家的水来喝，你要先做什么？你坐下来之后，为这个家庭祝福祷告，愿这一家平安。弟兄姐妹，耶稣连教我们怎么探访，他都教我们。你到人家家里面的时候，要说愿这一家平安。他说这一家如果有当得平安的人，原文里面写说是平安之子。如果有当得平安的这些的人的话，平安之子的话，平安就会临到这个家庭的里面。但是不一定我们去到的人家去祝福人，人就得祝福。这个人如果不配受祝福的时候，那么祝福回到谁的身上？回到自己的身上。所以耶稣说什么？他说你祝福人家平安，但是这一家如果不受祝福的时候，不得平安的时候，祝福就回到你的身上。所以这是好处啊，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提醒弟兄姐妹说，你的嘴多说赞美肯定的话？你能够祝福别人的时候，你祝福别人平安，他应当得平安，平安就归给他。但是如果他不应当得平安，那么平安就回到你的身上。这是多好的一个划算的事情！你能够祝福人，他不配得，平安就回到你身上；他拒绝，平安就回到你身上。但是他应当得的时候，这个平安就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去传福音的人是有很大的权柄的。无论进到哪一家，要先祝福这个家庭，说这一家平安。当然，圣经也提醒我们说，你到那个家庭去的时候，千万不要挑三拣四啊。所以耶稣也提醒我们说，千万不要从这一家到那一家，然后去这个要想要自己要带些什么，或者是好像我要预备些什么，仰赖上帝丰富的供应，而不是依靠自己所有的。很多人以为说我要拥有很多的东西资源，我才能够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的，不是你要拥有很多的设备，你要拥有很多的东西，你要拥有很多的资源，你才能够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上帝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上帝会供应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当中，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牧师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个事情是，传福音不是只有牧师的事情，我们不见得要成为传道人，但是我们要成为传道的人。你可以把福音传递给你身边有需要的人。15年前，我跟师母去到嘉东，去到东港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听到有一个国语的教会叫卫理公会来到乡下地方的时候，很多人心里是很担心，而且又排斥的。我曾经听到有一个，而且还是长老教会的会友，他就问他的牧师说：“请问一下，卫理公会是不是邪教啊？”你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觉得很担心、害怕，是人家不认识我们。所以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各位知道，在嘉东，在东港的地方，特别嘉东也是客家人在的地方，所以很多人都说客家人的信仰是一个硬土，其实并不是。客家人他们在看着我们在那里做些什么，很多人他们在了解到底你们来做些什么。所以当我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遇到一些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或是我们在那里我们怎么样开始建立福音跟信仰在那个地方。
当我们带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多的孩子们在那里因着上课辅班，他们的家庭有一些的调整跟改变之后，这些的家庭、这些的家人，他们才渐渐的来了解，教会是来帮助我们的，不是来给我们添麻烦的，或者是来给我们增加一些什么样的这些困难的，并不是。教会是要跟这些在地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而我们所经历到的资源是什么？我跟师母去的时候，我们只有2个人而已。然而上帝却透过在地的很多当地的人，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跟资源。各位知道，乡下人其实他们是很友善的，而且他们是对传道人很好的。我常常提到这个事情是，以前我们在东港开拓的时候，我们隔壁就是卖素食的，他是信佛教的，他是卖素食的。然而这些人他们却是对教会、对传道人是很有爱心的。有一天我要回到家里面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包泡菜冰在我的家里面，韩国泡菜冰在我家里面，冰在教会的冰箱里，然后上面有一个字条就写着，他说：牧师，我是你的邻居，那我做了一些韩国泡菜，我把这个泡菜送到你的家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但是他会愿意把他做好的东西分享到教会里面来。各位知道，我们那时候有客服班，我们在东港的地方，我们有办客服班。有时候我常常会觉得我很对不起那些孩子。曾经有过一次，因为没有东西，因为这些孩子们他们来教会里面，大概4点多来教会里面写作业，大概5、6点才会回到家。有些人已经肚子很饿了。所以下厨的人是谁？下厨当然就是我们，就把家里面把所有的东西都和在一起，能够给孩子们吃，我们就给他们吃。结果后来我有一次跟师母讲说，我们把家里面的剩下的东西都和在一起，和一和，弄成一大锅的咸稀饭，其实都是我们的剩菜剩饭，还有一些燕麦片，什么东西全部丢进去，然后这些孩子们每一个人吃的心里相当的高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要花很多钱吗？不必要，不必要。然而我们却有没有看到，有很多人是需要的？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有没有人看到某一些人的需要？年轻的孩子们，当他们等着父母亲回家，孩子们等着父母亲回家，他们可以去哪里？老人家需要照顾的时候，他们可以去哪里？这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做的事呢？仰赖上帝的丰盛的供应，而不是依靠自己所有的。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对这些的传福音的人，给他们这样的祝福。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7节一起念来：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带人信主的人，不必要去计较太多自己的生活所需要多好，或是要多澎湃，不必要，够用就好了。所以耶稣给这些受差派出去传福音的人，给他们提醒什么？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但是不要从这一家搬到另外一家，不是因为那一家的吃的比较好，他们都吃牛排、吃牛肉面、吃鱼翅，所以我就从这一家都吃豆腐的，我就搬到另外一家去。但是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背景，过去以色列人他们的传道人，或者是他们的这些的远方的人，他们去到家里面，去到人家家里面，家庭都是会接待这些远方来的人。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各位如果看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曾经接待这些的陌生人，后来他就接待到了天使。所以有3个人，他们来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帐篷的时候，亚伯拉罕接待他，以至于这3个人就祝福了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后来隔年就生了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里面是这些的陌生人或是远方来的人都要热情的接待，所以他们会去接待一些的客人，但是不一定每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都是很好的。所以如果你去到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家庭愿意接待你，那么你就吃喝这个家庭的东西，不要再去因为另外一家可能这个吃的比较好，所以我就跑到另外一个家庭去。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
接受别人的款待，接受别人的招待，不是因为哪一家好去哪一家吃饭，不是因为这样。然而，对我们现在的启示就是，如果当我们去探访别人，当我们去探访弟兄姐妹，或是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也许别人会给我们有一些招待，也许别人会给我们有一些接待。不论他接待你或招待你的是什么，你都完完全全的接受，而不是嫌弃说啊，你怎么拿这个东西给我吃？你怎么拿这个东西给我喝？并不是这样，别人给你什么，你就接收他什么。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无论我们去到哪一家，不要从这一家搬到另外一家。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因为要去好的地方才去传福音，这个地方比较贫穷、比较乡下地方，我们就不要去了。传福音的人不要去嫌弃哪个地方要去或是不去。刚提到了传福音不是只有各位不是只有派牧师去做这个事情，牧师不是请来做雇工来做这些事情，不是，而是要请牧师来教大家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带领人信主。我们不是要去好像聘请人去做这个事情，而是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牧师或是有教练训练我们能够去做这个事情。我常常喜欢跟弟兄姐妹分享电影的情节，我也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有部电影叫做《卡农》，就是嘉义农专他们打到这个日本的甲子园的一个故事。好，各位如果看那个故事电影的时候，这一群嘉义农校的这一些的孩子们，他们其实是3种不同的族群合在一起的，里面有日本人，里面有汉人，里面有原住民。但是他们这个学校的校队几乎没有打赢过任何一场球赛，甚至连区域里面都没有。但是当他们换了一个教练的时候，这个教练是从日本来这个地方来教书的，来教书的老师。这些的学生他们必须要去付学费，交到学校去，让学校可以透过这个老师来教这些的孩子们，教他们怎么打球。所以今天这些的孩子们交学费，他不是叫教练去打球，不是的，而是请教练教我们怎么打球。所以这个教练他每一天告诉这些孩子们说，我们的目标是甲子园。很多人说啊，我们连这个嘉义地区都打不掉了，怎么去到日本去打甲子园？这个教练每一天给他们的训练就是跑着嘉义市区跑，每天要跑个10圈。然后每一天他们的训练就是什么？喊着甲子园，甲子园。然后每一天他们要经过很多的重训练，然后他们从区域里面开始打，从跟嘉义高中一起打，然后一直打到台北的学校，甚至可以打到出国去。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不是教练去打球，而是教练教他们怎么打球，以至于他们可以打到那个地方去。他们没有收任何的费用，任何的钱，他们反而是要付出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有价值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天国，相信上帝国是有价值的事情，那么你不是要问说我要赚多少才来传福音，而是这个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我要去得着它。所以不要因为说好像这个因为钱的关系，这个生活的比较好，或是这边可以享受比较多，所以我就在这边传福音啊，这边比较没有，那个城市比较贫穷，我就不去。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被世俗化了，教会已经世俗化，变成是我们只去哪个地方，不去哪个地方，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上帝帮助我们，无论去到哪里，我们都能够在那里把福音带到那里去，安然居住。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去到哪里，都能够在那里能够平静安稳，以在那个地方为乐，而不是要这个看到这边，然后想到另外一个地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去到哪边，就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来尽忠心的在那里来服侍。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不是因为这个自愿的，有时候是不得已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因为搬家的缘故，或者因为就学的关系，去到别的地方，有机会到别的地方去。但是无论我们去到哪里，都相信上帝的同在跟带领，让我们能够在那里使人得祝福、得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孩子们去到别的地方去念书，去到别的地方去读书的话，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孩子
让他去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今天你的孩子如果去台中念书，祝福他在台中的教会能够帮助台中的地方的教会，能够让台中那个地方的教会能够得帮助。如果你的孩子到台北去，祝福你的孩子到台北去，让那个台北的教会可以得帮助。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我们只是要把他留在我们所熟悉的地方，让他去历练，也让他去经历到一些事情，也让他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耶稣除了告诉他们去到哪一家以外，无论去到哪一城，或是去到哪一个区域，也是这样。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8节，一起念来。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接受跟接纳别人所供应我们的一切。以前有一个牧师这样说，不管你去到哪个地方，要训练自己的肠胃成为宣教士的胃。所谓宣教士的胃，就是无论去到哪里，都能够去接受那个地方所供应的一切，不是去挑三拣四，也不是去选择自己想要什么。我们不是财产的拥有者，我们只是财产的分享者。别人给供应的东西，就是我们所需用的。上帝也会透过别人的供应来帮助我们的需要。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走出去，上帝的供应一定够我们所使用。上帝会给我们所需要的，不一定会给我们想要的，但是他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然后上帝透过我们也要能够成为人的祝福，透过我们让人得帮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使命，就是我们需要让人能够看到上帝国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祈求平安，并且可以在那里为那个地方有需要的人、病人为他们祷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读到圣经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人看到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所写的是什么。我们所出去的，我们所做的，所差派出去，我们的形象跟样式，就是按照圣经来生活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让人可以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我们接受基督的差派，就是接受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去为人来传福音做见证。所以医治那地的病人，让他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祝福，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耶稣基督传讲上帝的国，他不是只讲上天堂的福音，他传递的是上帝国的福音。所以当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当身边的人有需要帮助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举起圣洁的手，为这些病人祷告，为有需要的人祝福，为他们代求。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就向人做这样的一个服事。有病的人，我们可以举手为他祷告；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为他代求。你身边的人，你身边的邻居，可能他们会需要你的祷告；你身边的朋友，他们可能会需要你的祷告；你身边的人，他们可能需要你为他们来祝福。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人的需要，为他们祷告。但是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你每一次都会顺利的。所以耶稣也提醒这些去的人，告诉他们说，如果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怎么办？第10节，我们来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就到街上去。他说，无论进到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到街上去做什么？11节一起念来。就是你们的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表示跟象征，就是我已经尽力了，把上帝的国传递给你们。如果你们不接受的话，那么我就跺掉脚上的尘土，表示这个跟我无关了。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些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就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已经尽力了，把福音传递了。它其实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不被欢迎的勇气。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当你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当人家不接受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接受那样的一个不受欢迎的状态，就是要有勇气去接受别人的拒绝。所以千万不要一直觉得说，好像传福音就像电影里面演的，好像都是顺利的。
并没有。很多时候传福音给别人，别人不一定接受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我们被拒绝的时候，也要有被拒绝的勇气。为了上帝的缘故，传讲真道，即使他是不受欢迎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为了要讨人的喜欢来传福音的，而是要按照上帝的话，按照上帝的旨意来传福音。不是为了要讨人的喜欢，即使这个道理是不受欢迎的。最近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在网络上面有一些的消息，让我心里面感觉很忧心，是连我们的孩子们，连年轻人，也许我们的孩子们的信仰都受到动摇。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年轻人贴上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他把这个有人在批评这个教会的一些的有关婚姻观念的这样的内容贴在这个群组上面，然后在那里好像似乎他也认同别人的话来批评自己的信仰。其实我心里面有点难过，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去改变别人，让别人接受我们的信仰，反而是让别人来批判我们的信仰，变成让别人来批判我们信仰的内容。里面包括这些的不信主的人，他们会告诉你说，你们基督教信仰太过保守，太过这个不开放这个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都是这个男女这个可以这个有外遇，可以有这些东西，你们教会太保守了。所以有很多的人以为说，外面的人讲的就是对的。我们如果没有持守这些的信仰的态度，今天很容易教会就会随着世界就走了。世界一直在影响着教会，然而教会如果不是影响世界，那么世界就会影响到教会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不是世界上的人他们都是这样过，所以我也要这样过，不是的。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这些原则性的东西？因为这是信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是不受欢迎的，仍然需要去坚持这些的原则。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人都有这个婚外情，或者是一夜情，或者是小三，所以我们要跟着世界这样走，不是的。我们要坚持的信仰就是，即使别人这样，我仍然是坚持我应当走的道路。不要用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他们，要用上帝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上帝怎么样连续饶恕我们、接纳我们，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去接纳别人。上帝帮助我们，接纳不是代表要姑息别人，而是要把真理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与上帝同行，让我们能够进到狼圈里面不害怕，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带人信主，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不是你自己的势力或才能，是依靠上帝的大能，依靠的是上帝的同在。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改变生命是上帝国福音的力量的展现。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上帝国好像在天上，不是。上帝国在哪里？上帝国在你的心里面。当你的心愿意调整改变的时候，就是上帝国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耶稣所传的福音不是上天堂的福音，是上帝国的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是为了只要上天堂，你要得着的是上帝的国在你的心里面改变你的生命。很多人说我传福音人家不相信，其实人家不相信的不是福音，而是不相信你这个人。因为很多时候人家看到的不是真实的福音，而是看到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行的没有像是被福音改变过一样。所以上帝国的道临到你的时候，应当是有改变的，生命应该是有改变的。所以这个光头牧师这个提姆凯勒他说什么？福音不仅仅是进上帝国的模式，也是上帝国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基督来改变人，并且在教会里面群体的生活的方式就是福音所以因此不信的人不是只有不信的人需要福音，包括我们信的人，时刻我们都需要福音。不是只有哪些人需要福音，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第二个，普世万民都是上帝国福音传递的对象。所以不是只有哪些人应该得到福音，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能够得福音。但是我们不是只是带人家要上天堂的，不是，是要带领人能够来认识上帝、悔改信主，那个才是真正上帝国的临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上帝的国先临到你，你才能够把上帝国再来传递给别人。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接受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需要上帝的怜悯，这样上帝的国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对别人也是这样，应当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帮助人，让人可以领受上帝的国？哥罗西书4章5到6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跟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跟人传福音做见证。跟人传福音做见证也是要有智慧的，所以要求上帝每一天将智慧充满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就向人来传福音做见证。第三个，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办活动，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传递上帝国。所以上帝的国是在教会的里面成为一个平台，让人可以领受到，可以看到。所以教会不是为了办活动，而是要承接基督的大使命的运动，让我们可以去传福音，为主来做见证，而不是为了办活动，让人家可以很高兴很快乐。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要传递上帝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注意到要办什么活动，但是没有注意参加活动的人。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得着人，而不是要把活动办好。很多时候我们只注意到这个活动要很有成就，好像要多大的一个成就，或者是多大的一个量，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应该要去关心的是参加的人他有没有得到造就，得到帮助。所以不是为了办活动，教会不是来办活动的，教会是要来传递上帝国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福音真的传出去，让人了解福音是什么。所以现在也许我们常常会讲传福音，但是很多人没有知道福音是什么。罗马书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提醒，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信的人生命就得改变，信的人生命就得到不一样。信的人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的身上，让你能够悔改在上帝的面前，那才是真正上帝国的临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上帝的国，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上帝的国显在我们的里面。端看的是我们有没有因为上帝的国、上帝的福音，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愿上帝帮助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让人生命得改变，能够回到神的里面来。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抓住机会就传福音，带人信主。因为有些机会是不在的，你现在看到的人，可能下一秒或者是下一个时间就不在了。跟大家分享最近牧师碰到的2个不一样的节，却也是给我们有机会来做这些的反省。有2位姐妹，她们是台北卫理堂的弟兄姐妹介绍的，让牧师去关心。在这个月里面，我去关心了这2个姐妹。一个是才礼拜五的时候，就是上个礼拜五，有一对夫妻，年轻夫妻，他们来看他的阿姨。这个阿姨已经是这个肝癌的第3期，然后她已经放弃治疗了。这一对夫妻，他们从台北卫理堂，从台北来到高雄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要传福音给他的阿姨，让他的阿姨能够认识上帝。所以他们从台北开车一路下来，然后为的是要来到阿姨的家，把福音带给他。后来他阿姨决志，他们带阿姨决志之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请问你可以来吗？”我说：“什么样的事情？”他说：“我的阿姨决志信主了，可不可以请牧师你来为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带决志，他带完决志了，而且不是丢给牧师哦，而且他是说：“牧师，请你来为我的阿姨祷告。”礼拜五的下午，我就到他的阿姨的家里面去为他的阿姨祷告。我也再一次的确认，跟他的阿姨说：“请问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面？”他说：“我是愿意的。”虽然他并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只是一般的一个阿嬷，但是他愿意接受耶稣。而这个接受耶稣的原因是他的他的侄女带着他的先生来到这里，从台北把福音带给他。另外有一个姐妹是在6月初的时候，也是一个台北卫理堂的姐妹传递给我的。她说她的员工的太太在这边因为喉癌的缘故，她要去到医院里面开刀，
他希望教会能够关心，所以后来就请我去关心这个姐妹。当我去关心她，在她还没有进去开刀房之前，我为她祷告，她心里面也很高兴。她说能够有人关心她，她心里面也很高兴。但是等到她进去手术房出来的时候，其实她一点刀都没有开。后来医生的判断说，她已经到末期了，而且是只剩下半年的时间。当我在打电话给这个姐妹的时候，我问她说，是不是我可以为你祷告，我们能够来帮助你？这个姐妹却说不用了，她认为她的生命已经到末了，已经不需要了，所以她反而失去了机会，没有机会再去听到福音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传福音要及时的。你传福音的这个人，下一秒钟、下一个时候会不会在，不知道。但是把握时间，让人可以认识上帝，生命得着改变。不单是上天堂的福音，而是要得到上帝国的福音，生命得改变，以至于不再一样。得着耶稣就得着生命的喜乐。愿上帝帮助我们，把握机会，我们就把福音传给人。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经文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让我们能够传福音是及时的，能够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也许我们不能够做医生，也许我们不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举起手来为有需要的人祷告，为他们来医治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吝啬我们的祷告，常常为这个世代来祝福，为这个世代来祷告，让生病的人有医生可以医治，让这个生病的人能够有医生来治疗他们。康健的人用不着，但是生病的人是需要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帮助这些不但是在身体上面生病的人，还有在心灵里面生病的人。愿你带领我们，将平安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无论去到哪里，就把平安带到那个地方去，让人可以领受福音。愿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让我们能够都预备好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可以被耶稣基督所差派做传福音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300新灵粮诗选300首，与主合一。我们来唱全首。我们一起来做个奉献祷告，也请施献的同工到台前来。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供应我们，让我们丰富，一无所缺。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为你做的事情实在是做的不多。主啊，也让我们在奉献上面有份。
求你祝福今天的奉献能够应用在主你的圣工上，求主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陈歌。问完拆迁礼，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请坐。报告，我们简单的把教会的事工报告还有肢体消息报告一下。教会的消息，今天是圣灵降临第4个主日，那欢迎实体还有线上聚会的朋友，愿上帝赐福你们。那现在因为疫情的缓解，所以周4的祷告会从7月开始呢，就变成实体了还有线上一起来举行。那另外就是各小组还有的其他的活动呢，就由小组们来决定是否是开放线上呢，或者保持这个维持实体。那这是由小组各组来做决定。然后主日崇拜台语还有国语堂呢，实体跟线上是并行的那如果是弟兄姐妹身体状况不好的话，那就是以线上为主了。但是在实体的崇拜，还是请大家保持那个社交距离了那另外就是线上直播
的这个崇拜的部分哈，如果弟兄姐妹有奉献或者是感动的话，感动的特定或者实意奉献，那就请在这个周间交给办公室或者透过转账。那转账特别要注意，就是要把名字写上去。那这样子的话，教会在会计作业上比较简单。那本周开始了哈，我们已经知道，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实体跟直播是并行了。但是呢，原来我们是第1个礼拜是有圣餐的，那我们这一次就改在第3周，所以说我们今天没有，是在第3周的时候。然后今天崇拜之后，我们会有7月份的小组长线上会议，还有7月份的执事会。执事会是实体的会议，那请同工们呢准备起来，准时参加。教会预备在7月10号要举办的是诗会、读经员还有崇拜诗琴的配搭训练，这是在7月10号。那7月17号的话是举办的是招待还有诗献的训练。23号，7月23号是周六，周六的话是举办的是音控跟直播的训练。那欢迎相关同工或者是有兴趣的同工弟兄姐妹都可以来报名参加。第7，圣经大会考在7月17号举行。那线上的这个练习的网址已经公告在 LINE 的总版上哈，请大家能够去看哈，也能够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再就是蔡牧师在8月份要开始新旧约的圣经中览的课程，这个课程是为了之后的红本门徒的预备课程，所以欢迎预备要上红本门徒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参加这个课程。还有就是成组的话，实际上已经暂停了哈，从上个周开始。然后我们预计在9月4号下半年度的成组在9月4号开始的。那也特别在这个期间呢，祝福大家新生灵的健壮，都健壮。另外第9条制服艺人学院的话，7月4号就是这个星期一了，要恢复上课的。那参加上课的学员们务必要做好防疫的措施，也请继续的为课程的顺利，还有学员的健康来祷告。然后第10点就是教会的这个爱读经计划那继续的这样参加请参阅这个研经释义的进度这个部分呢，请大家能够参加。然后第3季的这个书本呢，已经有寄到了，有请小组长到办公室来领取。那继续的为升大学还有高中的这个考生们关心。大学有正优、瑞恒还有博仁，高中有训生。另外也请为如新还有佳慧还有许一方文瑜近期的考试来做祷告。然后就是下一季的，就是从7月到9月的崇拜人员的服事表已经抛在群组上了，请同工们呢能够上去确认一下，需要更改的话也提前跟办公室来做修改。那肢体校系的部分呢，因为各校已经开始放暑假了，请为学生们在暑期的生活作息过得充实有意义来带到。另外就是现在的疫情虽然是缓解了一点但是仍然算是还是严重的，请弟兄姐妹注意自身的安全，
也为教会年长还有年幼的弟兄姐妹来祷告。那其他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病情的状况就请大家自行参与。那牧师有没有报告的部分？这边简单做一点报告哈。我们本来有关心的一对马来西亚来这边医治治疗的一对夫妇哈，邱继宗弟兄跟那个周慧子姐妹，那他们已经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就回到到桃园搭飞机回到他的家乡。那感谢上帝，他在台湾的治疗一切都很顺利。那他也很感谢教会的一个关心哈。那包括我们教会还有高雄卫理堂还有总会的社官也都有关心，所以他特别写了那个感谢状感谢卡在这个公布栏上面。那各位当然因为他是写英文了哈，所以如果需要翻译的话没有关系，就是他很简短的，就是感谢教会的一个关心跟对他们的照顾，让他们能够在这边得到很好的照顾。那他们要回到马来西亚去，那谢谢大家的一个关心，这个跟大家做一个报告。然后我们的传财兄夫妇，他们也是在29号就回到马来西亚去对不起，回到这个加拿大去啊。这个所以他们29号就搭飞机，那也平安的回到加拿大。那也感谢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那现在正在居隔当中，那请弟兄姐妹来关心他们。那也跟大家报告，我们在下个礼拜天的时候如果上帝为我们预备实行可以的话我们会有一位神学生会来做一些的教会的事工的协助。那这个神学生是圣光神学院的学生，那他是刚好来可以协助帮忙社青、帮忙学青，因为刚好这个传财兄他们回到这个加拿大，所以刚好这个神学生可以来做这个协助，所以请弟兄姐妹来为这个神学生祷告，希望他可以来这边协助到我们的青少年的事工，还有儿童的事工，让他们儿童、青少年他们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跟造就。那也请弟兄姐妹关心我们的孩子们的需要，特别现在是暑假的时间，求上帝带领，让我们的暑假孩子们不会因为到处乱跑，或者是有一些活动以至于有一些的身体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为孩子们祷告，也保护我们自己，求上帝保护我们。那虽然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有家庭也有一些染疫的疫情，那如果弟兄姐妹回到教会里面来聚会了，或是他已经恢复了，那我们也不是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人，因为已经恢复了就恢复了所以我们就相信他已经是好了。那我们求上帝来帮助，那我们也保守自己，如果我们是没有问题的，那也感谢上帝的保守，所以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带导，彼此的关心。那听到有人确诊，也不要以为惊讶所以我们也为这些确诊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那特别刚刚提到了，我们在8月份会开这个新旧约的圣经综览，那这是为了要在红本门徒之前的预备课程。那红本门徒现在去年我们有一班结业了是由我跟邵文弟兄我们来担任这个老师导师。那这一班的学员到现在都状况都很不错，甚至还有弟兄姐妹他们自己都说他们很自愿的这个会有习惯性的，就是把灵修变成是他的生活习惯了，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为这个事情来关心祷告，让教会的成人主日学还有我们的圣经造就信仰课程能够成为许多人的装备，让我们将来在传福音训练的时候有很好的安排，有很好的预备，这样我们出去的时候不怕传福音给人也不怕被别人问能够有比较有把握的可以把福音很好的传递。愿上帝帮助我们。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生灵，三位一体，同荣共尊，万有之源，万国
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你的儿女百姓都蒙恩，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并且能够将和平的福音传递出去，让人因我们得祝福得帮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订阅。在订阅中，也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事工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